欢喜学台语，真福气的阿嬷，要向大家请安问好，大家好。今日要来讲33篇主题：青青的金蕉。大声来小解，青青的金蕉丛，花甲悬悬悬，四裤链长，大枝细枝的，一样一样浮出来，一下一下紧大丛。大丛的金蕉，吐出暗滚，落落长，头咧咧，亲像甲主人家人客咧行咧，一下一下包一皮一皮的金蕉囝，伸出来见人，喂喂，一两三四五皮，哇，一两三四五六七八皮，亲像连环珠。念小我，青青的金蕉有够大味的，阁有够水的。青青的金蕉要安怎温和阁有够温呢？青青的金蕉甜酷酷，食着涩涩涩。记忆中细汉看阿公用报纸包青青的金蕉，放伫竹床仔内，自然温甲阁有够分。看阿嬷用报纸包青青的金蕉，放伫米甕内底，自然慢慢啊变黄色的，水水水。听司机大哥讲，伊用纸箱仔内底放电图，金蕉装规箱，阮甲真紧就熟啊，阁水水水。现代少年的讲苹果甲金蕉是天生的一对，苹果坐伫金蕉船顶看光景，情绵绵，阮金蕉就较快黄，金黄色的金蕉变成金金金，水水水，闪闪的月娘伫天顶飞来飞去，拄着大风吹来，变成好耍的流浪共款。刷落来，我来读新式的念谣，用60年代的声版配音，请做伙读看卖。金蕉、山蕉、芭蕉，亲像是兄弟，口感一点仔无共味。金蕉食着清芳阁绵绵，芭蕉食着Q 阁酸甜甜。大人囡仔拢兴食，一皮一嘴食，愈食愈煞脆。我的芭蕉温甲金金金。个水水水，我的芭蕉生做肥肥短短，目睭乌蕊蕊，真古锥，阁有可爱的笑面。讲到这，落力，下次再相会。